人咧，讲不对，讲贵过，好，隆中贵体拢是核心，大家去到迄个所在。等下来找新人讲话，等下我来找新人泡茶，等下我来找新人创啥？中昼花灯，这个人讲讲，会无聊吗？伊会不爱听的，所以其实，咱有性是安尼做这个，对我主讲，对咱他们同修的同修前辈，咱的长辈有一个交代，以后干你事业，我后尾来，我有一个目标。我讲起来，我要到这个所在，我等你。这个卡伊，咱前讲嘛，迄个叫计过来，而且伊原本生生片，前年，人每一日爱讲去你个调理受苦，前年甲讲，咱有性人吼，要起一个两面东西，我买那种条件呢，你以后我有所在，我去啊，我才说实话。你讲无吼，我还没按离婚啊，伊生一个囝，阮这囝要饲我，毋饲我，毋知影，我后壁来要对我嘛毋知影。伊讲安尼二号已经有一个叫我中心伫啊，欢喜起来。所以今日咱坚持是个代志，就是啊，含咱行过所有伫咱二号，甚至玉山，甚至所有你揾到道亲，咱有一个永远家己的厝。可以有一个真正毋免烦恼、毋免恐怖、毋免无聊的一个观念，佮有一个足尊贵、足迄个尊重的家教。所以我对老人，这部分内底，咱一定要有一个长辈的这个尊敬、尊重，长辈食老人有一个尊严，毋通即长辈甲老人反怎？老辈。来个听话，老人会不理人的老辈，听这句话听得到点，我是说话，所以我肯定变成一个老辈。长辈，咱的前辈，所以年纪一些当中了哈，对吧？这样哈，所以一无所凭，咱就行之，一心就行之这个，到未来观点放下，对众生的利益一点是高手，这个最是你的社会人，最相信个核心嘛。心是心意，我在这讲，心是心意。你讲你这个义的道理，你要行过，心就是行过，心就是行过嘛，乘车，心就是行过。你这个义，你就是一楼，爱二楼，爱三楼，爱四楼，爱五楼。比如讲五楼是佛，四楼是菩萨，三楼是一支佛。二楼是阿罗汉，一楼是众生，安尼个讲起。你即马心你对去到哪位人？我应该咱较听有啦吼，所以咱必须，而且咱听佛法，佛法语言众生，咱是最起码咱一定行入啊，行入这生，依法行持，依法行持，这就是佛法语言。所以呢，意味是这边来，咱即个条件实现心是你不在靠心，就是国个啦，毋是大家小生啦，你说自修无呀，恁家己爱去自修啦，你问我无路用啦，你若毋做，你问我这个无路用啦。所以呢，伊才甲你讲，一切师长自性自如，一切师长叫二路师长啦。无迄个庙，就是讲你修道，你是迄个你上，你是上长，这个长要不断，要不断。就是讲你是二路师长。一切师长叫做上，就是讲我无情过来，
我无害太，我平常260种，我的心拢在内底，自性自如。咱的自性就是一切时中，咱就是咱就离开道。咱这个心的永远就是保稳条的，所以咱是来讲，我一切时中就叫做我常心我长心啊，你常花心我常远心啊，常远心。这很无现象。我常心呢，就是讲，我这只车开咧，发起了，我中命无停，这叫做常心。我这只车发起了后，驶了去到迄个外口，这车就变点去。这车变点去，就转，刷，看着变点。我理论就讲，我常心就修办倒来，这个心思想爱有道，这心思想爱有道，会使离开道。常花心就是咱修过一阵嘛，就咧休息。我就爱行，我就来休息。就爱行就行，迄个常花心所以我常心叫常花心。我长心啦，就长心。我感觉，我奶奶讲咱好成，你看做哪样？伊爱上较济，应该是爱上较济，毋是好成较济。但是呢，这感觉到我好成较济。所以我希望我爱上你做。我爱上你我做多，我即种数年点来数，阮手点来数。讲一班啊，你就互伊去学习。所以呢，我来讲好成咱好成这东西，嘛诚清净诚诚心啦所以这重点呢就是讲，一切时中啦常花心，自性自如，常理想接受，相思之性，常的理想，伊听到讲的事物，是咱来做语言，对伊国家因为对理想，我不是无意义说进进叫做进进进标进叫做解释叫做常，你用这个字来解释这个字解释叫做常，常解释这个解释叫做常，常嘛就解释叫做不离，不离开，这个爱解释接受就是讲常离咱六祖规定的生活比，这个无数。好吃好事啦，相思之性，就讲即个六祖转，甲伊转去了后，伊反正离了后，伊就离开了。我讲六祖规定转，所以叫做相思之性。当然书这个世界，所以那个贡献，这理想对咱的时阵即个六祖规定，也是一个真正支持着个，是一个这个基础啦里面时间很高，这块是有环境这个地小当下或这首歌所以这些所在和谐所在，我们大家好像相对立互相鼓励修都相爱的东西。毋是像咱想讲的即款异化成市虽然讲文化改变，咱爱知，咱爱文化改变，你爱知影怎行。但是咱爱知这个理，这个重视就是要去心，就是要去行。异化坚持这个代志，但是你爱行过，你爱行过这个事情。但是你爱异化坚持，因为这意思讲，你家己有对，你家己有过失，你家己想。按照这个规律就是这样去做，这个是真的对有帮助。无，但是要帮助。你有世界环境，人你家己心动的地方是无关，拢总无关系。所以唯有就是你可以弄你的这粒心，这粒你的魔鬼家己，我老师啊，弄好，互你这，工作互你这，
给那个人造成，来给这人情享受。所以要教会各位大家心境关系那边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大放点评。在目前。